OK， 大家好啊！坤少咧今期打卡一套雅居樂三鄉呢邊嘅獨棟別墅嚇，咁上咗4個台階之後咧，就嚟到你自己嘅獨立空間啦嚇。咁呢個大花園咧前花園嚟講咧大概有成60方到啦嚇。大多數嘅地方咧係做咗硬化嘅嚇，咁都有少少預留咗嗰個種花草嘅空間啦。佢咁樣去設計咧，就會平時打理嘅時候咧就會方便好多嘅嚇，因為全部做咗硬化之後，你水一沖佢咧就乾乾淨淨噶啦嚇。可以見到啊，種花種草嘅空間一樣俾到你噶。可以睇下上下咧係3層嘅一個獨棟別墅嗬。呢個獨棟咧係業主由地基開始，同埋外牆啊入邊啊係全部都裝修過嘅嚇，連呢個門樓啊大門嘅門樓都做得好靚仔噶，全部係啲大理石啊，啲柱全部係用呢啲裝飾嘅嚇。呢度咧係前邊入去嘅，跟住咧我哋睇下由呢個側邊嘅花園咧一樣係非常之舒服夠闊啊，然之後做咗硬化，然之後一路咧可以行到去自己嘅後花園嘅嚇。後花園嘅面積咧大概大家可以睇下都目測都有成70-80個方嘅嚇，即係前後花園加埋嘅話咧，足足有超過150方個花園面積嚇。呢個後花園更加大嘅啦，更加舒服呢個空間一大家人平時喺度燒烤 BBQ 啊，叫啲朋友過嚟飲茶啊、吹下水啊，呢個空間足夠晒噶啦。住得獨棟咧就係有呢種感覺嚇。然之後個業主非常貼心呢度一樣點咗好多啲花基咧俾你種下花嚇。然之後咧呢個圍欄都好有心思嚇。你喺出邊嗰啲鄰居咧係睇唔到你自己花園係做緊咩嘅，但係咧呢啲隱私嘅護欄咧又可以透到風所以咧係非常之實用嘅嚇。可以見到所有外牆同埋呢啲全部做咗個斷橋嘅隔斷嚇，推拉門呢啲都好實淨啊，呢啲全部都換過晒噶啦，中空噶，隔音效果非常好。咁由後花園入嚟咧，自己好闊綽噶，6米開間嘅大客廳啊！呢個電視應該有8寸100寸嘅電視，同埋呢個係微晶石嗰個背景牆所以咧業主都非常有心思去裝修間屋嘅嚇。嗱，咁大嘅客廳，一大家人用。都一啲都唔覺得局促嘅嚇，啲裝修咧可以見到非常之簡約同埋現代嘅呢個色達德咧，姜少都覺得有翻咁上下水準嘅嚇。咁我哋再上嚟呢個飯廳嘅位置啦，飯廳咧呢個業主就依然保留咗一個中空嘅一個設計嚇，所以令到個飯廳嘅通風同採光咧非常靚仔嚇。咁飯廳可以過嚟最前邊呢度咧就係啱啱喺前花園呢個入口啦嚇。呢個係子母嘅大門嚟嘅嚇，非常之大氣啊！咁入門之後咧，就連呢個入門啲櫃都做到好多好大嚇，睇得未？啲儲藏空間夠晒㗎啦，無論係收納啲鞋同埋啲雜物都會好舒服、好夠用㗎。跟住咧，你睇下成個客廳、飯廳過嚟嘅話咧，就連住一個茶室啊！呢個設計咧就係佢嘅一個亮點之一啊！即係呢種戶型嘅別墅咧，坤少係第一次見到。咁樣嘅設計嚇，因為呢個地方其實都係佢加建出嚟嘅嚇。之前係一個花園側邊花園嘅位置咁做完之後咧，做個茶室呢個茶室其實對於一個成功人士嚟講咧，係覺得非常之有必要嘅嚇。因為平時傾下啲業務有時都可以喺自己屋企嚟傾嘅嚇。咁茶室嗱，連住呢個飯廳連住個客廳嚇，喺茶室度又可以睇到電視亦都可以同屋企人互動呢個設計係咪非常之舒服咧？嗱。一樓基本上咧，廳就同大家講到差唔多啦。咁跟住飯廳呢邊咧，我哋就睇睇呢個廚房廚房咧喺別墅嚟講就唔算特別大嚇，但係其實都好好用佢全部用方太嗰啲煮食爐油煙機同埋呢個係焗爐，全部都係方太呢個好似洗碗機洗碗機都係方太㗎，哇，好頂配喎！同埋咧呢個廚房有個大窗係望住前花園嘅，就算唔開燈，呢個廚房一樣光線都非常之好嘅嚇。咁住得獨棟嘅話咧，好多人話：喂，一樓有冇套間有冇長輩間其實都有㗎。呢個咧等同於套間嘅一個設計嚇，因為呢個工位咧離呢個房間非常之近嘅嚇，所以咧呢當佢係套間都冇問題。一樓嘅長輩間咧一樣係擺咗米半床之後咧，可以3個地方都落人嘅嚇，都非常之舒服嘅嚇。一樣咧係櫃床同埋分體同埋空調全部都係風管機嚟嘅。呢間房嘅採光係非常好望住個前花園嚇。嗱，成個一樓嘅格局咧，就同大家基本上俾大家睇到噶啦。咁我哋就一鏡到底上去2樓再望一望下。呢個咧係20幾厘嘅玻璃好厚實呢個嚇。同埋咧樓梯係做咗感應燈噶。
咁夜晚翻上嚟2樓咧，咁啊唔會顯得好唔舒服，好舒服嘅。其實行樓梯都舒服啊。上到嚟之後睇下見到啊，就係飯廳上邊嗰個中空啦，呢種感覺真係 OK 喎。成個別墅嘅採光非常之好啊，裝修又比較現代化。2樓係呢個大多數人咧可能會用呢個嚟做主人嘅套間啦，因為係2樓容易行啊。咁呢個套間嘅空間非常大喎，2米乘2米嘅床放咗之後，兩側同前邊仲有咁大嘅空間，呢個房間嘅面積真係夠大啊！同埋睇下呢度，以前陽台嘅位置佢推咗出嚟之後咧，做咗自己嘅空間啦。你有時擺張休閒凳啊，或者擺張飲茶嘅茶台仔喺度對住出邊嘅窗望住出邊嘅風景咧，都非常 OK 噶。呢個房間做主人房嘅好處咧就係佢都係東南向呢邊而且非常安靜噶吓。呢個做主人房你中唔中意啊？主人房梗係一樣有嗰個衛生間噶啦。佢呢個主人房嘅套間咧亦都非常之大噶吓，大家入嚟睇睇，見到未啊？呢個乾呢個室，喂，入嚟之後一擺咗浴缸之後，你喺度沖涼嘅空間比我屋企仲大，真係非常 OK 嘅吓。嗱，2樓點解要做主人套間咧？因為佢值得做主人套間，因為佢呢邊仲有個自己嘅獨立嘅一個露台吓。呢個露台咧又係上邊加建之後咧就變成咗一個露台嘅啦，又係冇計入面積嘅。咁可以見到啦，玻璃嘅無邊際吓，同埋咧呢邊又係向東南邊，所以而家嚟講係咪太陽曬得好足啊 ？OK 啊，2樓做主人房，我覺得大多數人會咁揀咯。咁2樓其實都仲有一個套間嘅吓，但係會細啲，我哋都過嚟睇睇。呢個套間嘅話咧，其實相對啱先嗰嚟講會細啲，但係相對住海平層嗰啲人嚟講咧，一樣係好鬼大，睇到未啊？床頭嘅背板啊，孖白床都係擺咗落嚟噶啦，一樣有個大飄窗啊，呢邊咧就係向北邊嘅一個飄窗嚟嘅吓，成個光線都非常好啊！睇呢個擺設好似業主想擺做公主房啊！嗱，啱啱冇見到衣櫃，其實衣櫃喺呢度啊，呢個房間有獨立嘅衣帽間噶，入邊咧仲有一個非常大嘅衛生間。呢個別墅嘅話咧，佢就係房間全部係做咗個套間嘅設計吓，同埋2樓呢個房間面積係唔算冇啱先咁大，但係個衛生間一樣好大嘅吓。嗱，2樓基本上我哋睇晒噶啦，我哋再上去3樓睇睇仲有一個套間嘅，同埋咧仲有一個更加大嘅露台。樓梯間全部都採光嘅吓，所以行緊呢啲樓梯都唔會覺得好暗嘅吓。嗱，先入呢間3樓嘅套間。呢個套間，哇！呢啲床，我覺得呢啲2.5米啊，應該，即係床深都有成2米嘅呢個，一樣係非常闊啊！一樣咧，呢邊又係東南邊嘅一個窗嚟噶吓，望到自己嘅私家露台噶，所以光線咧一樣非常好噶。房間所有嘢幫你配齊噶啦，呢啲大衣櫃、書台，冚唪唥幫你配齊。呢度咧仲有個一樣係套間，睇到未？都係一個細細嘅衛生間吓。喂，原來呢個3樓有2個露台嘅噃，呢個係細細地嘅當係陽台啦，晾衫係非常之 OK 嘅吓。跟住側邊咧，仲有一個方方正正嘅露台，晾曬區，俾到100分啦。即係有時一家人喺度住咧，後生仔如果用翻呢個套間，一樣可以有自己嘅空間，有外圍嗰啲睇景嗰個露台吓。跟住再睇下3樓最大呢個無邊際嘅大露台吓。O 唔 OK 啊？真係非常舒服啊！呢個別墅，呢個別墅經過業主擴建之後咧，實用面積去到300方度嘅吓，佔地咧就330方。目前嘅格局咧做到4房5個衛生間嘅啊，咁成個建築結構各方面幫你介紹就差唔多噶啦。如果對呢間屋有興趣嘅，可以私信坤少吓，同埋咧同而家講業主目前嘅報價咧就568萬嘅吓，但係咧如果有興趣嘅話咧，呢個價錢咧係完全可以傾嘅吓，有興趣私信我啦。記得點讚關注哦。